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7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8篇24到35节，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16到23节，路加福音第7章31到3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无感的世代。在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，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，就是大卫看到约柜进大卫之城的时候，他赤身露体的跳舞赞美上帝。我们今天暂时不讨论关于赤身露体这个部分，当然这个跟时代背景、跟文化背景、圣经的背景都有关系。我们今天要看到是重点是大卫的赤身露体是赞美，那赞美的目的或是赞美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们回顾一下大卫他在受膏立接任以色列国王的这个位置之后，他接二连三的受到了扫罗王的嫉妒，受到了扫罗王的追杀，在面对后来分裂的以色列王国统一的事业，那在面对强敌非利士人的围攻，又看到约柜被从非利士迎回之后然后又面对这个乌撒死亡的事件。那他借着这一些事情的发生，又重新了解、认识约柜，迎接上帝的约柜进入大卫之城。然后当大卫看到这个约柜要进入大卫之城的时候，那一种兴高采烈、那种欢喜的心，其实是不是其他的人可以了解的。特别是米甲这一位政治联姻的太太，是大卫以1000个非利士人的生命所换来的太太。米甲是扫罗王的女儿，她跟大卫的联姻其实是有政治目的的，也很可能因为她的身份、她的成长背景，他对大卫抱持的一个看不起的角度，因为对他而言，大卫只不过是一个比较低下阶层牧羊的一个家庭出生的孩子而已。这让我们来思考，一位养尊处优的人会不会在乎上帝？生活得很好，过得很好，什么都很丰富。一位骄傲的人会不会看重上帝的作为呢？在我们的世代，是否我们会如同米甲一样，对于有关上帝的事无感呢？甚至嗤之以鼻？也如同耶稣基督的时代，对上帝所赏赐的救恩无感。因为犹太教徒他们认为自己是已经知道救恩已经得到救恩的人，他们认为说我们就是选民一定会得救。我们刚刚提到，生活在优渥环境的人对周边的人呢，宣教服务帮助他人是不是对这些事情无感？因为怎么样？事不关己。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他这样提到，就是路加福音第7章31节开始，他说：“那么我要拿什么来比拟这世代的人呢？他们究竟是什么？他们正像坐在街头玩耍的孩子。
其中一群向另一群喊说：我为你们吹婚礼乐曲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唱丧礼哀歌，你们不哭泣。施洗者约翰来了，不吃不喝，你们说他有鬼附身。人子来了，也喝也吃也喝，你们却说他是酒肉之徒，跟睡棍跟坏人交朋友。但是上帝的智慧是从所有接受智慧的人身上彰显出来的。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哈。那到底是我们对什么样的事情在乎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教会其实很容易落入那一种情况，就是我们门关起来，后来变成一个欢乐团体、同乐会。我们对外面的宣教、帮助人的工作一点点感觉都没有，我们就认为那不需要我们。如同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他说的现代人有这样的情形。比如说我们在防疫的这个当中，我们讲疫苗好了哈，就有一群人，无论是台湾有没有疫苗，他们都骂，有疫苗也骂，没有疫苗也骂。台湾要发展国家疫苗，他们也骂。这样的情形就不正如耶稣基督的比喻里面说的，施洗者约翰来了，不吃不喝，他们说他有鬼附身。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你们说他是酒肉之徒，和睡棍和这个坏人交朋友，怎么样都不对就是了哈。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上面，我们太在意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福分，而成为那个守财的工人？就像在圣经耶稣的比喻当中，那一位领1000的仆人一样，是不是我们有这种情形，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，结果太过于随意，而根本不在乎上帝呢？事实上，从信仰的角度来说，我们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是非常正确、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可是，我们是不是把教会跟自己家里一样，把那个最好最新的都摆在那边呢？我们用了最好的，我们是不是把最好的奉献给上帝？是不是我们已经在这种安逸的情况之下，在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满满的恩福的乐园里面很安逸了，对于上帝的呼召却已经没有感觉了？是不是我们太容易看重自己的成就，对别人的需要或是帮助别人的事情上面就失去了兴趣，甚至会看清那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如同米甲他看清大卫一样。耶稣基督说，上帝的智慧是从接受智慧的人身上彰显出来的。我们把进一步的思想，上帝的恩典是从所有接受恩典的人身上彰显出来的，上帝的呼召也是如此。一旦我们自以为我们很有智慧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了智慧的，成为失去智慧的愚昧人。我们已经认为自己有了。耶稣基督提醒了我们每一位已经受洗的基督徒，不是受洗之后就已经得到救恩了，其实我们跟救恩还有一段距离。我们必须要保持着起初的爱心，保持着热心回应上帝的呼召。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对别人有利益，能够荣耀上帝的人。我们想一想，在这个武汉肺炎的肆虐的当中，基督徒应该要如何来做，
成为一个有感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就是成为那种无感的，他可能染疫，而且他自己乱跑，制造防疫的漏洞混乱。昨天开始就是7月13号开始我们说有这个新的规定，微解封。按照规定，宗教活动是不能开放的，虽然可以专案申请。那就听说台北市的这个大龙峒某个寺庙，嘴巴说着会配合政府防疫，却预备开放，这个大开放会出问题的。反观我们看回来教会，绝大部分的教会维持了网络礼拜。为什么？我们不要造成防疫的破洞。感谢上帝让我们在防疫的作为上面有感，因为我们不但看重对上帝的敬拜，我们更看重了每一个生命的宝贵。我们做得很好的见证，也愿上帝继续保守每一个台湾人。